老乡呀，公定人到他遇到湘北发酒买飞，两个人刚好，湘呀做红米，他遇穿白米，旁边切边。那么后来好几年，辰光为2个多月，多定。公定人想凭某个机会2个多月当中，湘北发可以想得非常完善。嘿嘿，那窗户子，你能想得到？买飞揽功采子，因为京东子抬起了，陈水人上第二里看见，俺不了子，这才这样。揽功里向落养得养个牛伯伯，那哪弄法？新妈妈盘对子王方想出个绝办法，以化积木调包之计。谁日啊？我陈水人代替梅花用，收梅费不你60个。这个样子一来，真公娘娘个郎能够稳够了，眼睛们就是他们，想要肯帮忙，就有梅费出去稳个。办法想好，只能这个10动手，马上动手。要紧狗过来旁边梅费，打梅费讲清爽，10杠上10杠多，那年把子小奴上房给谁去比一比。等一些真公要来个，千定万定当心不能发出声音。梅妃点头答应。上房间里向头上铺好棉花毯，底下皮带布铺一铺，梅妃把子小奴上房间随便。门打里关上，咵上一脚手。再到梅妃房间里向门窗开一开时，通一通风，没事全部水作清爽，再回到陈水英的房间里。哎呀，刚刚呢马上睡觉啊，没问题。梅妃小奴也养好，各自10个多辰光，也是10个浪的天。陈水英洗的呢，洗得叫棒硬别听。那头跟棒靠上去，与声音一样，像旁边这个一根。新妈妈王芳才担心啊，但是没办法，爬到台子上，跟了陈水英的家，哎呀，说来，脑里神秋秋里透出来，放下来之后，刚拍一拍松，把你身上像衣裳下下来，梅妃的衣裳不里穿上去，把到梅妃房间里向，上浪向一碗嘛，哎呀，一口就穿8个，为啥？梅妃原先7个呢，都比没到，陈水英搿浪别大大个呀，搿哪弄法呢？哎，新妈妈想分哎，搿棉花毯多下来结关，刚刚剪脱掉白裙的棉花毯，非不利用棉花毯弄过来擦擦晒，衣裳撩起来，打里肚皮个浪去垫得里肚皮干松松，高点皮头，哎，那不眼着看不出来，哎呀，哎呀，为什么嘞？那么咱面孔一眼不一样，梅妃天下第一美人。陈水英一个普通宫女，姿色平常，也是真宫娘娘的心腹，非要穿8个，搿哪弄法呢？让他再一想，擦来无拉得去，拿张黄车子往正陈水英的面孔上一盖，搓盖，蒙混过关，等到1000灯全部失忆。王法，哎，亲妈妈。我看旁的娘娘子，哎呦，正宫娘娘面前你说话可得当心点，别露马脚。哎呀，别个办人不么10句话弄出来才是。哎呦，亲妈妈还是要当心为妙啊。好个，那等着了。好，我等着你。一方面关着王房灯门，拉他过来，到这娘宫女去追娘娘这见，关着自家定心，没问题的，没漏洞了还放心。关着自家放心，没用的。倒是头面2抓夹，为不听闲话，搿2抓夹，哒，对是对的嘞。搿老头哎呀哈个啦，搿嘴上讲能不要动呢？为了对，强装镇定得理想。娘娘拉上台，奴才见娘娘客台请儿子。新宫人禀身。都是样子娘娘子，但此与后起罪。娘娘，
冷宫里的事体呀。好，冷宫之中出了什么事了？妹夫要生子。一听妹夫也呀这么冷血一声，哼，妹夫这个妇人没是江陵了。是这呀，是这呀。好人死了，妹夫死这啊？什么是妹夫死这？哎呀，我关照过那关，妹夫一样的问题，你来通禀我怕人看了你的王房380努力够上。说兵啊，分来兵，百分来百，妹夫已经死着，因我谁在后追？哎呀，娘娘，那叫不晓得呀，娘娘，妹夫们该啥上台里要生子，该头皮痛了，王大该叫救命，娘娘。难分三个小狗难分东狗，这也好一路。那该头皮痛啥子？王大叫救命嘛！王放凤凡山三季啊，到御湖有熬埋虎狗。该听见叫救命声音到里向来看一看，一看嘛不得了哉呀！满飞该要山寨呀！那么到王放商量下来，中国要弄杀该狗，所以嘛，先勒杀子满飞，再到里呢来载明了娘娘狗。是公呢，听你自家一番话，阿与律动，想上不律动，但是中国国上没理于病。阿与自家去哦，梅妃不养，王放不在，梅妃眼眼的样子，王放逢凡山甚至在院里向二美户喜鹊天地，那么进来打你一人，努力380个杀，他缺着吧。那么这个内怪内事，我也亲眼进去看一看，争着一下。好，技术如此，待哀家飞往冷宫一看。哎呦，哈个了，你还去看啊？不能一看，门马上穿吧。不能看，办不得。王叔王子，怕的头一击。哎呀，娘娘。我到里那载明了娘娘，谁是请了娘娘看一看的呀？好，你头一件我去看一看噶。特地请你去看的。那倒是感兴趣，可死人面孔有啥都看得着。哎呦，妹，今在桩事体事关重大，半夜是自家亲眼睛去看一看。好，既如如此，来，是与我拜驾冷宫。是，宫女答应，神香奉你，嘎啷嘎啷嘎啷推出来。陈宫娘娘上神香奉你，新妈妈领路，两个宫女，一个拉一个推，忙正南宫方向，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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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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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高山洞去，神香奉你的。陈宫娘娘和神香奉你，关着宫女登上外头。跟是谁妈妈忙正里向让进来王放了让看，也是一个嘞，新妈妈这真正让你去请得来的，没办法，娘娘到早上去见，娘娘在上，我被皇方叩见娘娘千岁，必胜，谢娘娘千岁，王法。美妃一死，据说怎样一劫，在哀家跟前送是后家。启奏娘娘，这么长那么短，我跟秦妈妈把她绞死了。好，一听但新公正高等不出人，那么谁见美妃身在哪里？就在她房里。待哀家一看。是，要进过来嘎，房门。一开，真公对里向一看，是美妃，那么个肚皮干松松了嘿，嘿嘿，是个迷糊太难不晓得个。他那不住身体刚着也想起，妹这口，刚刚眼山里向打上，完了那个美妃面孔上向盖着一张王字头，啥体一个王字头呀？这王子对下头到底啊是不是美妃？是美妃是死个还是活该？半夜隆隆清爽，所以哈点住身体，忙着里向一步一步让追进去。新妈妈，哎呀哈个了，哎呦！
啥不是？你去看啊，一口不来也臭半个。大王放两个人不语日之，蹲在旁边走走进进。新工人王芳，娘娘，梅妃脸上因我给予王子。呀哈呀，不主然不理解出来的。娘娘，立个是规矩，人洗下来白要改一改。那娘娘洗下来还要改一改。我这样说的是。我洗下来还要改一改。将王子拿去。娘娘，不好弄个呀。满里御饼啊，少起烦怒啊，此话怎讲？为能好呀，为能好呀。怎样？哎呀，娘娘，恁叫不晓得。梅妃洗得破了，该洗下来是开眼不闭个。我到王房开了啥个？梅妃该问个呀。怎样？真嘛？我当然无言无解，那啥了要勒杀我呀？那么我大概是个，我是没办法，指名难违。娘娘要呢洗啦，那只好洗个，我们奉命行事呀。那梅妃该点点头，我到王房两面一拉门，该起着。娘娘，怎样？该张面孔破了，开眼不闭个，心里晓得，真正的要家是那娘娘，王子得改了咯，南府可见改，也不可见南不是体，王子得晓得，南可见只改门，改可见南在样，改一开门，哎呦，要家来财。该上浪困服了，不得都跳起来，要我出能。哎呀，可是还是别看啊，要我做弄干，可么不看嘛，不个门关，我们心里下不高兴的，是的，大个龙星星啊，一看门拉关闭，新工人，娘娘，并将王子拿去，别要弄他别抽办个，有的抽办下来，西没得王房口口，总归洗着，对瓜，你挨打两个一个，抽办下来，你两个头洗错啥头里？举什么？新妈妈过来，说你60多岁，王子对上打了，吓得眼睛也不够张开，屁一笑。真公打住新人一口，哎呀！那么让他吃不走，王芳不清爽。真公出奇人，俺抽办分抽办，两家的眼睛跟得熬的，跟得子熬的，想不得，真公的是分口抽办，哪位分口抽办？分口抽办的呀，这个大家才晓得的呀，口抽办，新妈妈到王房戏院去讲里面，我也是一个呀，是不记着呀，那么哪位不抽办？不是雷动、扩龙，整个分抽吧。几个原因：一，刚刚新妈妈这个闲话相当有力的。娘娘，那不要看个好，西人头里的几个，要讲那娘娘，南看见只干，看见南不停都跳起来，要围住南狗。嗨，真公本身带小朋友。你这陈水英这个戏上第二戏，这张面孔无人这样，破得一天是个，看眼不闭，眼睛张开，眼黑切到头背骨了。正常的人两张眼睛啊，三个像啥？三个有点像麻将牌里一动一呆。上第二戏的人啊。眼黑白到上头，只看见眼白，三个像白白一堆。本来想好给大家看看，搿电视机门前啊，搿人像屋里不够，所以我也不好吃。嘴巴张开，实地要掏出来3层，叫破。搿张面色清气气，面目狰狞。真公娘娘是胆小呀，一看上铺里抽起来，忙着外头嘚嘚嘚嘚嘚，拿着个带出去，新妈妈王芳跟出来，真公娘娘到外头去评一评，心定不是不要紧在，
抽不出来个。那么搞的，每费一事5到2个提供费项，每年上银子50两，新妈妈开心了。搿总统的用啊，用温顺的落得用，也就是下个娘娘。那么娘娘搞点王法，那你去买一口棺材，薄皮棺材好了。有人问起来，冷宫里向有灾之神疾病身亡，那是讲讲王法答应娘娘在外头上神像奉你，娘里回归这样宫。真公主她是新妈妈胸门这个啥的中手落地。哎呀！哎呦，亲妈妈，你可把我吓死！你怎么把正宫娘娘给弄到这儿来了呀？不是我要该来，该要来我也拉不落个。幸亏他没有看破机关呐！放心，我老早晓得该看不出，该眼睛戳哈个呀！哎呀，对呀，对呀！王法头男子啊，马棺材买一买倒不要紧的。那快点到相府旁的相爷请相爷帮忙，弄那份97开始拉倒在。好，亲妈妈，这桩事你放心，就包在我王放身上了。那么巴头男子，好嘞，你等我消息吧。为的啥新妈妈，但今日王爷把厉害，出宫上墓碑可是神神礼礼，奉赐娘娘之命去毛骨人。所以大路出宫的，西单宫相府投笔下马，大当嘞，身具张中啊，够当兵，刚刚来过来。张老哥，哎呀，黄公公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因为又有重大之事要求见相爷，相烦老哥再通禀一声吧。好说，来，外面人门房里坐。多谢老哥了。娘的手一如哈哒，一个霹雳奔到里向禀报襄阳王方一来举进。襄阳一向是襄阳，皇帝的郎啥事体？为啥现在来？哎呀，非要冷宫里出事体啊！这个王家的差事听到了不方便，叫你到书房去吧。一上吩咐书房相见，么张忠回到外头。哎呦，黄公公，老哥啊，咱们老相爷有请书房相见了。好嘞，多谢老哥了。请了。好，说们走了往这里下来，到书房门跟随队里向一看。老相爷一个字手拍了里下，眼睛恭恭敬敬打进来。老相爷在上，奴婢黄芳叩见老相爷了。王法是少礼一旁手下，多谢相爷了。冬日送上下面，抬到外头门打一打上，幸福拎得起。希望给你向旁头唔少大事体，不会撇进来当日。王法老相爷。后宫去儿复返。老相爷，未来未去，那冷宫之中可出大事了。本猜啥个？实对冷宫里向的事体。冷宫之中出了什么大事了？老相爷呀！杨哈子，王法是梅妃猜下是男是女，生下一个小太子啊！哎，梅妃产下麟儿，他名江山，后继有神了。老相爷，您可别高兴得太早啊！那知县没的病
神虽隐，他神机，内把人攻吃，他一口有气本性哦，今是有良事人命后，那陈秀英她上吊死了。一个死来一个生，嘿，幸亏我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夜半之际，雷把真能攻木，他走他张扬一向猜你懂，倘是他贼非人工西吹谋，眉飞谋子也内把后，都是我这次等人们真心干，俱相依，俱将保太子将帅后，你恭为非得自身都。老相爷，这么长那么短，就怕正宫娘娘她再杀一个回马枪，那梅妃母子可就性命难保了。故而二次登门，求您老相爷快想想办法，把梅妃母子马上救出宫来吧。乃是看一番我刚过，相牙伤眉尽生。梅先生，今朝你来个目的，要我马上去救梅妃。要救，当然要救，但是我哪救法呢？这道难了。天把万方守真相依，低头爱思嗔，梅妃一把脸儿才江水遇了后机，
神。神功一日三木狗，一恐怕他再进人宫门，眉飞目子面内神。这里立刻进攻，把梅妃举，要相聚，谁是难为？我是屡次进宫，要被人迷。我今朝进宫，我已经不是一大。这样这日，理应公事。刚正皇帝叫我进宫，叫名正言顺，我再要进宫，而且我啥的，我举梅妃啊！大一个女人出来宫门口拉了，这个事体到了。娘娘一到上，我这个才名不得了。跟哪弄法？今朝不能决。哎，要么谁看？待过一夜天，到门上。待等来着，见地接地就问，推上相聚着口面神。等到明朝，而且我要梅妃稍微吃一点点苦的，为的啥？为知梅妃将来好。现在吃一眼眼小苦的，将来那不得了，好抽上啊！我要他转改版为东北，更容为老夫他浙江门。对，门朝这里假装改版8个同儿，文让5个同儿当中，我们只打2个同儿来，文出王宫，嘿嘿，导致外头将来梅妃啊，那是不得了，了不得。只要你吃饭能把碗公吃，到将来你儿几位收龙殿，当当太后
改装改版。马上叫同儿进来，10杠上10杠多，高头下去一歇歇，同儿拎着八股袋里向背浪一放，八股打开，推到外头。八股里向耍个没事，八股里向一套同儿的衣裳，再小个，为啥？梅妃减少玲珑的身躯，小个衣裳扎了里身上，作性为大，可是没办法，让你自个去想办法子。一方面，八股交拨了王芳，交代王芳，要紧事体先去做好。啥个事体？你到宫里向，到至宫里来去判断他与去梅妃啊，靠我一高头没个点力道。保险一定要保险，吹出毛病不得了。哪可以保险？请他与我一道医治。明朝日出宫的辰光，梅妃混让我同日当中混出来，凭我的威望，加上他与医治相送，宫门口谁没人拉，只要不拉，一出皇宫，嘿嘿，真功啊真功！哪怕在皇宫里地位再难高，得知外头，我再想比你狠。你这讲交代下去，王芳答应。那么明朝我答应拿判断，拿判断么想要说这个，皇帝退殿之后，你服侍好皇帝，我拉文武殿等来。文武殿判断，这个样子再来拿梅妃带出去。那个刚好，王芳点头答应。八股结合，另一里外头上想要到外头先去买锅菜，锅菜买好，八股马上锅菜里向一刀盖头一盖，进宫2余人数500，啥地500？一来，这个大家有什么？锅菜个啦，去看了让泥土去个，不要看。你这啥人来办这个差？王芳是一个好人，但是王芳这个身高罢了。皇帝的心腹，皇帝的心腹，那个得在呀，得在这里要身上来报复的呀。所以呢，王芳出来卖锅菜，还没人啥熟悉门事。神神当当，锅菜弄到冷宫里，盖头打开，把锅拿出来，交拨了梅妃，顺水一个细石把进去。盖好定好状态，衣裳让梅妃去换。说你这梅妃换衣裳，头面个身同儿的衣裳大啊，再下个扎了梅妃是哪子头？为啥？家下玲珑，明朝辰光的流行和现在的流行不同。现在个女性要上，是吧？两个时装模特儿，两个小姑娘，到了地铁浪向碰上，我实刚看里多，上出我一个头，手漂亮的，把了胸的不来塞，实刚上木头这个一根，不人不欢喜的，是吧？明朝辰光，这个审美观和现在完全不同，对女性。要有阿些家下玲珑，梅妃天下第一美人。刚我们是刚讲明朝把了金子搞不脱，你那是把了金子搞不脱，第一美人啊！梅妃的身高多少？梅妃的身高大约1.42米，买衣裳买不着个，把了金子那时装没这个，只要扎童装的。是吧？也不够。同人马子打了腿上，好走的，搿哪来噻？同人个腿头呀，他们非要进马子啊，背与与马筋打，扎一扎筋，非要紧。衣裳扎了身上，我上啊！同人上多呀，梅妃上一点点呀。这衣裳扎了身上上还有办法的，啥个办法嘛？夜里向有青丝板打块给，
拿个衣裳这个压起来，这个一卷压起来，青丝被打一松，看不出来。口子上还不要紧，还拎得高点，拎得上啊，拎得上啊。明朝辰光，一个中式裤子，不像现在外头流行啥种牛仔裤了、西装裤。牛仔裤了、西装裤，那假是裤子上只有一个办法，剪它口夹管。那，个宋朝辰光，中式裤子还当上。明朝辰光裤子流行当一上一束嘛，所以当上拎得上。咁搿个辰光顶束嘛一条裤子，当要上到哪里？应该不是虚的，从凳子上立起来，往门前走3步，腿不过去，裤裆围了凳子上。那当然，搿个太长了，浪费2足。总而言之，搿个辰光还裤裆上拎得上个，一双蛤蟆头修么整个龙江，冬儿大家，免费。3寸金里，其实里搿个加了3寸还不到一点点，谁个抓不来，王抓得真好呀，哪能法来？不要紧，谁妈妈说我带你去拿点棉花来吧，棉花台梆梆梆插塞，往蛤蟆头袖里向塞得来实实在扎进去，差不多的，不爱，不晓得几步路一追呀，破了脱，蛤蟆头袖一头下来。为的说，一人的分量塞了2只夹囊，帮一吃分量，棉花一紧在，下子随松在。梅飞想自家把到宫门口破了脱，蛤蟆头袖头下来，我西边去讲里大话想要依不够，拿龙法嘛，真的聪明。拿出衣线，抽根满上的线。拿蛤蟆头袖个袖筒打口夹管，一个就冷了，冷了子，但是得不下来的，那是扎起来了，太起来麻烦。扎裤子，不一定离了扎袖子；脱袖子，不一定离了脱裤子。可他们也结果里，蒙混过关收拾。那个人准备好停当，王放盘对他语一听蛮好。我觉得下到意志善力的，应当帮忙。他有个人全部都正到辰光，我为的意志相送固定人来放心。实际以来，皇宫里向事体全部解决，那么固定人立下了郎准备。一大量的童儿进宫，免费好混了当中。来，待等来招，我带你们进宫，大喜上门可好？哟，很不，想呀！说准备。是。童儿准备好一小一个实地来着，那么想要进宫，举免费要无为继续。